今次帶大家睇下何文田朗然峰一個942尺3房2廳嘅設計案例。單位以歐式輕車風格設計，全屋採用米白色配搭歐式花線、雲石及金屬等元素，打造高貴典雅嘅感覺。大廳呈長方形，可以自然地規劃出飯廳同客廳。喺大廳嘅所有牆身位置都設有歐式花線作裝飾，中間牆身位置就製作咗一道暗門，去隱藏進入房間嘅走廊。除咗令整個大廳嘅歐式設計更為連貫之外，同時亦具備隔聲嘅功能。餐台邊嘅一幅大型油畫同泡泡型嘅吊燈，凸顯戶主嘅生活品味。天花嘅弧形燈槽則加設咗金色不鏽鋼框作點綴，營造低調奢華嘅感覺。嚟到電視牆呢一邊，左邊嘅高身儲物櫃以條紙去淡化櫃門嘅感覺，可以提供龐大嘅收納空間。牆身嘅中間位置係開放式嘅磨砂金色不鏽鋼層架，能夠展示裝飾品，亦都可以區分出飯廳同客廳嘅空間。電視背板採用咗一整幅大理石紋岩板製作，盡顯氣派。設計師特地選用奶白色嘅木地板，並以45度斜角嘅方式去鋪砌，令視覺上更為豐富。穿過走廊，頭房位置係囡囡嘅房間，有別於全屋嘅輕車風格，以粉色作主色調。床頭櫃及背板都加入咗小屋元素，配搭富有趣味嘅粉色牆紙，帶出童真嘅感覺。主人房延續歐式輕車設計，床頭以花線及天然雲石背景牆配搭2盞特色吊燈。雙人床可以3邊落床，加上一張床尾椅，感覺寬敞舒適。睡床旁邊亦設有梳化休息區，等戶主閒時可以喺梳化上利用自然採光睇書。天花同床頭嘅單邊弧形設計，豐富咗主人房嘅線條，加強設計感覺。按戶主嘅要求，設計師將中房改成衣帽間，並將面向主人房嘅牆身改為弧形玻璃間隔，增加通透感。金色鋁框衣櫃中間設有特色玻璃層架，等女戶主可以展示珍藏嘅手袋。而化妝台面連接住另一邊嘅半腰櫃，提供一個 L 型嘅大化妝區供女戶主使用。今次就帶大家睇到呢度。如果鍾意我哋嘅設計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、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